大家这平安。今仔日是咱圣经公会奉献主日，真欢喜伫这个机会，通甲咱三个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咱特别知影，咱的手中有真侪无共款版本的这个圣经，这个拢是伫咱圣经公会所出版。伫咧圣经的翻译，这是一个。一个真无简单的一个事工吼，除了爱有真侪的即个经费，也爱有人参与伫即个翻译。我捌拄过圣经公会同工伫遮因咧分享，除了爱咱特别为着圣经公会需要来奉献以外，因也真欠缺即个翻译的同工。一方面是因为这爱原文吼爱真好，也有真侪遮个。学习，搁一方面是因为卡伫即个圣经公会的即个组织的制度，甲咱长老教会无相款，所以要安怎伫长老教会这边，咱所栽培出来的遮个神学家，也是讲遮个研究神学的人，会通欢喜吼参与伫即个圣经公会翻译，所以期待遮个拢需要咱三个做伙来关心，来替圣经公会来祈祷。听伊讲较早有一个。安尼真软弱，也真无胆的一个少年人，伊爱要参加拿破仑的即个军队啦，吼，所以要加入即个军队的进前，吼，即个拿破仑大生就甲伊面试，吼，即拿破仑甲伊问讲，你号做啥物名？即个少年人讲，我号做拿破仑。即个拿破仑听了后，吼，甲伊讲：你有两条路通行，一条就是改变你的作风啦，你的气魄，毋通遮尔无胆吼，无成果吼。第二条路，无就是将你的名啦换掉啦，毋通佫叫拿破仑。你听这做爸母的拢毋望家己的细囝将来通有成就，也就是咱咧讲的。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这点伫咱做爸母也是讲阿公阿嬷，咱咧替咱的囝儿、替咱的孙咧号名的时阵吼，会通真清楚来看到这点。通常咱咧为细囝号名的时阵，拢期待有即个特别的意义，也是讲有特别的期待伫即个名的顶面反映出来。可比讲男性吼，若生查甫的，咱甲伊号做志雄志发、金福、金田，有人号做这个名的无？咱中间敢有？无吼。若女的咧，甲伊号美女、淑芬、淑美、淑女，有无？拢无应该有啦吼。咱进前看到新闻有讲一个查某囡仔吼，伊的名号做美金，有会记得记这个新闻吼，美金，哇！所以大家拢足欢迎伊啦吼，足爱叫伊的名吼。我有熟悉一个伫主科咧上班的吼，基督徒，伊的名号做金山金山姓黄吼，黄金山所以头家足爱叫伊的名的。大家也看到伊甲叫几落摆吼，因为伊想讲愈叫安那生意愈好，趁愈侪钱吼。你听这咱基督徒咧号名，咱拢较介意号啥？甲咱的信仰有关系，对毋对？所以通过安尼会通表明咱这个名就是甲咱的信有关系。可比讲大卫主恩、穆恩、宋恩。遮个拢总是甲信仰有关系。我有两个后生，甲咱柯牧师共款吼。大汉的或者新轩吼。迄阵出世，我甲牧师娘两个人献迄个辞海里顶吼，对头献到尾，对内底永远爱的字吼，然后甲斗咧吼，要争做一个名啦吼。阮咧斗的时阵，阮有考虑第一，当然爱有信仰的意义伫内底啦。第二咧，爱考虑讲即个名叫起来安那特别吼，响亮安尼吼。上要紧的是台语爱会通
发音叫会出来啦。再来咧，袂当有迄个谐音啦，啊，无会互人学啦，改号绰号。啊，所以大汉的这个出习惯就改叫做新轩吼。迄个新是日月日吼，日头吼。啊，正手边是一个金良吼，金良的金。这里真侪人袂晓读，真侪人读做仪啦吼，想讲是迄个新台语的迄个仪吼。啊，宣就是宣扬的宣吼，宣传的宣。啥物意思？这个新就是日头拄出来的时阵啦。啊，宣呢？啊，要宣扬福音嘛，所以我嘛讲伊吼，日头出来阵就爱安那开始去宣扬福音啦，吼去做工就对啊，吼。啊，新宣吼，这个台语叫做啥？兴宣吼，兴宣啦吼。啊，你知影讲，我拢叫伊阿宣阿宣吼，这号来号去也是安那，号着有谐音啦吼。宣就是啥？骹底抹油酸嘛吼，所以期待讲将来伊伫福音事工顶面毋通酸啦吼。啊，第二较好命吼，伊叫做心安吼，共款的心啦吼。我嘛讲伊日头出来就得到上帝啥平安啦吼，所以伊较好命吼。啊，我有熟识一个会友吼，伊的名叫做廖记，廖架啦吼，记就是架物件迄个架。伊甲我讲，牧师啊，有一摆吼，伊去邮局咧寄挂号啦吼。啊，邮局人甲伊讲吼，先生啊，啊你爱写名？讲有啊，我有写名。讲毋是啊，你敢若写姓尔吼。因为咱知影讲，咱若寄批吼，你若姓谢，就谢记；啊，若姓林，就林记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毋知影讲伊的名就真正叫做啥？叫做记，叫做寄。你看这所以咧号名真有意思。特别是咱这个基督化的名，咱号了后，这是一个上介好的机会，咧甲人安那讲福音的时阵啦。因为当人若叫到你的名的时阵，你着每一摆拢有机会安那甲伊解说。譬如讲，我号做大卫，逐个人若熟悉我讲，请问这是你的本名还是你的艺名？讲我毋是迄个艺人，我哪有艺名？这是我的本名。你着当解说讲，是安那号做大卫？啊，有人想讲啊，是毋是恁老爸叫迄个重阳啊？是安怎？我毋是，我的老爸是长老啊，因为这是圣经内底真要紧的一个信仰的前辈，吼，就安尼开始介绍。有一个牧师，伊号做乔约书亚，啊，乔就是迄个乔丹的迄个乔吼，啊，约书亚咱知影就是圣经内底迄个约书亚。这个名足特别的，因为三个字嘛，而且叫做约书亚，台湾人无可能去号这个名，所以伊就听好真好来介绍。是安怎叫做约书亚，然后迄个这个信仰，而且这个故事拢当讲出来。伫奈及利亚有一个人号做以马内利，伊的名号做以马内利。你看这相信伫伊的环境内底，奈及利亚有真侪这无信主的人。当人来甲伊问讲以马内利啥物意思时阵，会当人讲啥物意思？就是上帝甲咱三合一的意思。真侪基督徒咧写批，最后拢会写啥？以马内利来做结束。相信无论当咱安尼写的时阵，咱咧写互别人的时阵，还是讲别人写互咱的时阵，咱拢真期待，也互相咧听测，互相祝福，上帝甲咱同在。所以，无论伫啥物款的环境内底，特别伫圣诞节的时阵，例如像这咱即嘛是太空节的第二主日，所以咱搁较期待，当咱咧看到天顶的星的时阵，当咱咧看到圣诞树顶面的星，遮的灯的时阵，就是咧甲咱签名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的一个意思。头一项，例如像这以马内利，就是咱伫顺境的时阵，咱伫兴旺的时阵，上帝甲咱同在。上帝甲咱同在是逐时逐刻的一个经历。当咱一切拢真顺利的时阵，甚至咱非常兴旺的时阵，荣华富贵的时阵，咱常常袂去想到上帝，咱甚至将上帝甲伊变起来。
这个时阵，弟兄兄弟，上帝也是甲咱同在啊。因为上帝会通了解迄种的快乐，因为上帝会通了解迄种的欢喜的感觉。当有婴仔出世的时阵，咱会通看到伊的父母、伊的阿公阿嬷迄种欢喜、迄种满足的眼神、迄种的表现。我相信伫咱的教会内底，咱嘛会当看到，常常看到遐父母咧抱婴仔。遐阿公阿嬷伫遐咧抱孙、咧顾孙、咧让孙，迄种的心甘情愿，为着伊付出一切，迄种的欢喜。迄有当时，遮阿公阿嬷比伊的孙的父母还更欢喜呢。其实，弟兄兄弟，咱的上帝嘛是安尼啊。当耶稣出世伫即个世间的时阵，上帝也是充满欢喜。当耶稣踮世间，伊的智慧、伊的年岁哪加天的时阵，哪大汉的时阵，上帝哪来哪听伊啊？那上帝听伊，众人也听伊啊。所以咱看到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阵，伊毋那伫遐医病赶鬼，伊佫用5块饼2尾鱼来饲150即个5000个人，伊受到众人的欢迎，甚至大家伫遐拢总以后要杀伊出来做犹太人的王啊！所以咱看到这一切，敢毋是拢真顺利吗？这一切敢毋是拢真兴旺吗？总是咱看到耶稣无互一时的兴旺，伫遮来冲昏伊的头。耶稣退到伫旷野，耶稣来到山顶，伫遐祈祷亲近上帝，因为伊知影，当伊啥物拢真顺的时阵，是伊上界需要上帝的时阵。就是上帝通甲伊同在，赢过这一切拢真顺的代志。弟兄兄弟，咱知影圣诞节期，咱有真侪遮的期待，真欢喜。咱用即款的机会来把握，就是甲咱的遮的亲戚朋友，伫遮来保持联络，恢复迄个关系。所以，逐年即个时阵，咱真自然就会来写即个圣诞的卡片。来，互遐个真久无联络的亲戚朋友。当你想到讲要写互啥物人的时阵，就是代表你咧那，你咧想伊，敢毋是？当你想到讲你要写互啥物人的时阵，就是代表你咧想伊啦。当你想到某物人寄互你的卡片的时阵，也表示伊咧孝顺你，伊咧思想你，伊咧想你啦。所以，伫遮上帝嘛了解即款的朋友之间，迄种的友情，迄种的亲密的关系啊。所以，咱看到即个耶稣伫即个世间，伊嘛有去参加迦纳的喜宴，敢毋是？迄是欢喜的场合。若参加，耶稣佫替主人来解决迄个酒无够啉的困境。耶稣去伯大尼创啥？去找伊的好朋友玛利亚、马大、纳撒罗，甲因做伙食饭。当耶稣要互人定死的前一暝，伊咧做啥？伊含伊的遮个12个学生做伙伫遮咧食最后的晚餐。所以可见耶稣非常重视即款友情的关系。上帝当然了解即款享受友情的欢喜。所以弟兄兄弟，伫咱的人际关系兴通的时阵，以马内利，上帝甲你同在。上帝甲你同在，会互你显出你是甲人无相款的，会通显出你是与众不同。咱看到耶稣虽然受到群众的欢迎，但是真歹势，这个欢迎毋是一直拢是安尼啦。当伊开始伫遐教示人上帝的道理，当伊开始伫遐指出人的不义，指出人的假好不义、假冒为善遮的时阵，当伊开始行出上帝公义的时阵，咱看到。这个原来伫身躯边的人开始安那，一个一个离开伊，开始一个一个排斥伊，开始伫遐攻击伊，化工要定伊是律家，敢毋是？当上帝甲你同在的时阵，伊爱你伫你的家庭内底，伊爱你伫你的公司、你的职场、你的社区来发挥你的影响力，总是即款的影响力。有当时可能无法度增加你的人脉啦，无法度增加你的人际关系，无法度增加你互人受到欢迎的程度，甚至有可能
互你来受到人的排斥。总是即款的烟火力是要互你的公司、互你的家庭、互你的社区向上提升的一个气力啊！是你伫你的生活环境中间要来起造上帝国的机会。所以上帝对咱的要求是真悬的标准，伊无允嘛咱利用教会的关系，利用伊赏赐互咱的恩赐，来去发展，来去增加咱个人的实力、事业以及财产，因为安尼做只是会互甲咱同在的即个祝福愈来愈少。第二，利未下这以马内利就是伫逆境、一困难的时阵，上帝甲咱同在。伫逆境的时阵，咱会通经历到以马内利，特别伫旧约中间，咱通看到以色列百姓，因就是常常伫逆境的中间，甚至伫生死的关头的时阵，甚至伫面临整个的民族有可能受到灭族的要紧的时阵，去经历到上帝甲因同在。伫旧约圣经中间，第一摆使用以马内利这个词，就是伫逆境的时阵，就是伫记载伫以赛亚书第7章，当亚哈斯来做犹太王的时阵，亚兰王利辛甲以色列王比加因联合起来，要来攻击耶路撒冷。所以亚哈斯王面对这款的攻击，伊心内真惊吓。所以圣经伫遮记载讲，伊甲伊的百姓的心拢震动，就好像伫树林遐个树伫遐互风吹震动共款。所以伫遮上帝为着要来消除亚哈斯王的惊吓，就差派先知以赛亚带着伊的后生施亚雅述来去见亚哈斯王，来甲伊传达上帝的话。是安怎上帝爱以赛亚带伊的后生做伙去见亚哈斯王？因为伊的后生叫做施亚雅述，意思就是所剩的人拢总要归回啦，所剩的人拢总要倒转来。上帝要挑战亚哈斯王伊的信心，所以上帝通过以赛亚甲伊讲：世事，恁若拢毋信，就的确袂会徛在啊。上帝允准亚哈斯王讲：无你甲我求一个掉头，你甲我求一个掉头，我通互你知影讲，我讲的应允确实有影会成就。无论迄个掉头伫深渊伫天顶，拢总会使哩。总是伫遮亚哈斯王却用伊毋愿意来刺上帝做理由，来拒绝求掉头，真可惜。总是伫遮以赛亚就即个亚哈斯王宣告，伊讲：因为安尼，主本身要互恁一个掉头，看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，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。到伊会晓得放杀歹经好的时，伊才要食灵油甲蜜，因为伫即个婴仔要未晓得放杀歹经好的大声，你所惊的迄两个王的地要拄着放杀。伫遮，上帝互充满惊吓的亚哈斯王一个信息，真简单、真明确的一个宣告。就是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。弟兄姊，上帝经历过悲伤，伊知影悲伤的感觉。上帝叫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，目的除了要拯救咱以外，也是要甲咱做伙相合来经历所有的苦难。当耶稣经历一切痛苦，耶稣互伊的学生出卖，耶稣互群众拒绝，受到鞭挞、侮辱、骗烂，受定十字架。利未下这，咱会通想象，伫伊上界需要的时阵，伊却是上界束缚的时阵。
这是何等的痛苦！总是这一切，上帝拢看在眼内。有倒一个父母会通忍受伊的囝儿面对这款的悲伤痛苦？看到家己所疼的独生囝，互人当作死刑犯，伫遐受定死的十字架顶，会安尼的一切原因，毋是伊做歹代志，是因为伊顺服伊的老爸的旨意，因为伊听伊老爸的交代，顺探老爸要拯救世间人的计划。我捌伫佳音电台有听到一个访问哈，这个来宾伊讲，当伊做老母了后，伊才会通深深体会到上帝牺牲伊的独生囝的迄款的伟大啊！因为伊做老母了后，伊才感受到，但即嘛伊所有的物件拢总会当互别人啊，独只有伊的细囝无可能来互别人啊，所以伊会通感受到迄个上帝互伊的独生细囝，互咱正人迄种的心情，迄种的伟大，迄种的疼。因为上帝遮尔了解迄个悲伤的感觉，所以各位兄弟，伫你悲伤、伫你艰苦的时阵，上帝要带互你真正的安慰。当你啥物拢无的时阵，当你啥物拢袂顺的时阵，当你的朋友来反背你，当你的亲人来离开你的时阵，各位兄弟，上帝还是甲你同在。甚至连遐已经离开上帝真久无来教会的人，上帝还是在等伊倒转来。教会门永远为着伊拍开，上帝要爱互伊知影，以马内利，上帝甲伊同在。最后一项，以马内利就是伫咱的机会中间，上帝甲咱同在。伫咱的机会中间，上帝甲咱同在。只要咱愿意，上帝要伫每一个机会中间甲咱同在。上帝知影什么是咱上界好的机会，上帝伊嘛知影咱上界好的机会是伫什么时阵。咱看到迄个伫古迹边撒玛利亚妇人，对伊来讲会通讲，人生是无搁再有任何的机会啊，敢毋是？伊的人生是无搁再有任何的机会啊，因为伊有几来个翁，伊伫众人的面前头压袂起来，伊所会通做，就是趁人拢无看到的时阵，伫遮来去井边抢水，暂时来满足伊的喙焦。这个时阵，耶稣出现。这个时阵，耶稣出现。耶稣知影伊所需要的是啥？耶稣互伊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就是会通啉到迄个永远拢袂搁再喙焦的活水。亲爱兄弟，你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你是耶稣所救赎的，你是耶稣所宝贝。伊知影你需要什么，互耶稣伫你的生命中掌权的机会，伊就要互你满足需要的机会。上帝同在要赏赐予咱机会，迄个机会门常常是伫祈祷的中间来拍开。上帝要予咱的机会门常常是伫咱祈祷的中间来拍开。伫祈祷中间，咱要看到上帝赏赐予咱的机会；伫祈祷的中间，咱要看到服侍上帝的机会；伫祈祷的中间，咱要看到服侍别人的机会。所以，你就爱专心注神来看迄个上帝为你拍开迄个机会门，伫时会拍开。你爱斟酌注神来看，上帝甲咱同在。是要互咱伫机会中间来看到咱的责任。我阁讲一摆，上帝甲咱同在，是要互咱伫机会中间看到咱的责任。当咱真正了解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的意义，咱就会明白耶稣所咧讲的。
做伫兄弟中间微细的亲像，就是做伫我的心上，这个意义。有一本囡仔册，叫做《发光人》，发光人。这个内容是咧讲到美国伫1930年经历这个经济真歹的时阵，咱讲经济大萧条。伫迄年的圣诞节，大家拢真散，所以散到无人愿意开5仙钱来互这个发光人赖瑞来互伊切批的。因为这个赖瑞咧负责咧切批的，所以这个赖瑞就坐伫路边，伫遐目睭看到伫街仔路来去去的遮个人，拢无人愿意停落来互伊切批的。后来，伊看到有一个穿着一双破鞋的人停落来，这个赖瑞举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衫穿甲真少的细囝。赖瑞看到伊穿遐尼少的衫，应该是真寒，所以就将伊的手套、将伊的围巾来送互这个囡仔。过段工，这个囡仔搁再一摆出现伫赖瑞身躯顶的时阵，这个赖瑞看到伊昨互伊的手套、互伊的围巾拢无去啊。那呢，这个囡仔连伊的袜仔嘛无去啊，伊的袜带嘛无去啊。这个囡仔甲赖瑞讲，伊将这物件拢送互别人啊。伫这个落雪真寒的圣诞暝，街仔路只有剩这2个人伫遐皮皮喘。这个赖瑞不忍心，这个细囝囡仔人伫圣诞节无收到礼物，所以就将伊上喜意的这个天使娃娃来送互伊，而且佫替伊将这双足破的鞋啊来甲伊切好穿去。就伫赖瑞安尼压头伫遐真认真咧替这个囡仔切鞋的时阵，伊发觉着讲，四周围哪来哪光？所以伊抬头一看，原来这个光是对这个囡仔的面所发出来。这个时阵，这个赖瑞才知影讲，原来伫面头前这个囡仔，才是真正的发光人，真正会发光的人，因为伊是对天国来的世界。赖瑞伊所有的虽然真少，伊所有的虽然无多，总是当伊看到比伊佫较有需要的世界的时阵，伊又愿意不断来为着伊付出，因为这个责任，因为这个行为，因为这个付出，互伊的生命会通发出迄个光。也伫无意中，伊来接待咱的主耶稣。各位兄弟，当咱若会通伫真侪机会中间来看到咱的责任的时阵，咱就离迄个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哪来哪近啊！咱常常咧讲，上帝你伫倒位？上帝你伫倒位？你哪离我遮远？咱无倒转来想讲，当咱愈来愈伫机会中间负起咱的责任的时阵，咱愈来愈活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。上时甲咱同在圣神的智慧甲气力，也要帮助咱，互咱去看见到咱的责任，会通了解迄个需要，会通付出服侍。咱的上帝是各真各活的上帝，伊完全了解咱的喜怒哀乐，伊了解咱的悲欢离合，咱的这个人生侪这个滋味，对咱细汉到大汉，对咱少年到年老。无论咱伫顺境或者是逆境，伊拢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各位兄弟，只要咱会通用信心，咱甲伊做伙同行，咱一定会经历到上帝甲咱同在。愿咱每一个人伫咱的这个抬杠节，伫咱圣诞节的节期的中间，咱会通深深体会到以马内利的祝福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听谈我的主上帝，当阮会通清楚来知影，
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时，阮搁较爱献上阮的感恩，因为阮充满欢喜，阮充满福气，充满稳定。阮通知，无论阮伫顺境、伫欢喜、伫兴旺的时，阮伫逆境、伫悲伤、伫痛苦的时阵，伫阮每一个机会中间，以马内利的上帝拢甲阮同在。当阮若想到这点，阮的心就充满盼望，阮的心就充满欢喜。祝阮恳求你祝福伫阮属灵教会众兄弟，帮助阮伫即个12月，阮的圣诞节的节期的时阵，阮会通期待以马内利的上帝来到阮的中间。阮搁较期待，阮会通哪清楚知影，主你要互阮对天国来的价值是啥物。阮也靠着圣神的气力，有法度照安尼去行。阮就离以马内利上帝甲阮同在，即个道理哪来哪近。愿主你祝福阮伫遮的领受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。